啱啱又過咗1年生日啦，人生好似正式進入咗下半場咁樣，所以我都重新整理咗我嘅願景，不如就喺度同大家分享下。呢度有2個100，第一個100係影響100 million 嘅人，100 million 即係1億。點樣影響到1億嘅人呢？就係透過影片啦。我相信憑我嘅內容影響力，喺 YouTube、IG、Facebook、微信影音號同埋小紅書一齊發揮力量嘅話，包括咗我賣出嘅電子課程、電子書同埋實體書，期望可以喺餘下嘅40年帶嚟1億嘅瀏覽數字，咁樣我就可以影響到1億嘅人次啦。但係我嘅時間有限，每次我只能夠專注服務100人，呢一個就係100人地球村嘅概念。縱使我哋有幾千個 friends、幾百個電話簿嘅名單，或者我哋儲到數百張卡片，每一次每一段時間，我哋都只可以服務100個人。呢個唔係講緊我有幾多百個客，而係講緊我嘅專注度只係可以聚焦呢100人。唔知我嘅2025年專注服務嘅總監或者1對1嘅學員有冇你哋份呢？又或者今日呢個題目100 mil 嘅影響力同埋發展100人，唔知有冇啟發到你啲乜嘢呢？不妨留言話俾我知啊！我哋下次再見。